政府再度推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嘅改良方案，將2人家庭入息上限提高至到12,000蚊，工作時數達到36個鐘頭以上，可以獲得一半嘅津貼。面對過半數嘅議員反對原有方案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喺立法會財委會表決撥款前嘅一日，宣布再次改動計劃嘅細節。2人家庭嘅入息限額由原本嘅1萬蚊放寬去到12,000蚊，令到賺取最低工資嘅家庭都可以受惠。做兼職嘅打工仔，原計劃每個月要做滿72個鐘頭先有資格申請，喺新建議之下，做滿36個鐘頭已經可以攞到一半嘅津貼，即係每個月300蚊。對於有議員要求當局採納雙軌制，即係俾市民視乎個別嘅入息情況，選擇以個人或者係家庭作為申請津貼嘅單位，張建宗喺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上面話，原則上難以接受。只係用一個住戶嘅經濟審查先至可以更加全面咁樣咧，考慮到嗰個申請人整體家庭嗰個情況。嗱，事實上而家政府所有嘅恆常性嘅設有經濟審查嘅財政資助計劃，包括法律援助，當然綜援啦，不在話下啦。申請公共房屋都係用一個住戶咧做一個審查嘅基礎嘅。你咪扭曲咩？嗱，呢啲扭曲啊！新津啊，掟翻俾你。唔係啊，社民連嘅梁國雄不滿當局未有採納雙軌制，批評新方案只係小修小補，並向張建宗等嘅官員掟膠樽。主席李卓人宣布暫停會議。復會之後，張建宗要求主席更加好咁樣維持議會秩序。主席，我覺得呢種嘅行為暴力行為咧，我哋係絕對唔可取，亦都要譴責。我希望主席第日咧喺嗰個控制個場面嗰度咧，應該係嗰時候做得處理得好，即係佢掟咗4次。係，如果係腐蝕性液體咧，我要工傷㗎啦，變咗。立法會星期5就會審議計劃嘅撥款申請，如果獲得通過嘅話，10月就會開始接受市民申請，而當局就會喺1年之後進行有關嘅中期檢討。當局話計劃會追溯去到4月1號，如果成功申請，市民最快會喺年底一次過收到過去半年嘅津貼，即係3600蚊。新建議會令到受惠人數由377000增加到436000。假設一半合資格嘅人士申請，未來3年嘅總開支就會增加5億去到48億。無線電視記者余展豪報道。部分原本支持押後撥款嘅政黨同埋議員就轉態接受政府嘅改良方案，令到押後動議嘅議員係得唔到過半數支持㗎。咁提出押後嘅李卓人就對議員唔夠團結感到失望。我哋早前訪問過任職保安員嘅鐘先生，月入6300蚊，每個月都有申請600蚊嘅交通津貼。不過由於佢一家4口月入大約2萬蚊，按照政府新計劃要以家庭為單位，鐘先生就唔再合資格申請啦。佢話好無奈，有多少影響啦，但係我哋都好無奈啊，或者我自己唔做咯，咁唔係點啊？俾其他人攞咯。交通津貼就俾仔女咁樣。係啊，冇辦法㗎。你而家根本就唔係鼓勵就業。政府嘅改良方案，2人家庭入息唔多過12000蚊就可以領取交通津貼。有市民仍然覺得好難合資格。而2個人12000蚊，點攞啊？即係叫人哋係賺6000蚊好啦，唔好賺多啦咁攞。不過政府嘅臨時讓步就成功換到工聯會同自由黨轉態支持，應該有40幾萬人可以受惠，咁我哋都期望咧就能夠快一啲落實咧，係等呢啲人係可以攞到錢噶嘛。我哋就勉強，我就覺得呢個計劃應該要即係行咗先。咁如果你話係如果唔俾佢行咧，我哋有少少擔心就係話個影響面會更加大。職工盟嘅李卓人提出喺財委會動議終止辯論，換取更多時間同政府磋商。原先有過半數嘅35票支持㗎，不過扣除咗工聯會同自由黨嘅7票，同埋同樣轉態嘅劉秀成已經肯定唔夠票。李卓人唔接受新方案，堅持爭取雙軌制。大家問心嗰句係咪夠呢？我就覺得真係唔夠。係真係幫唔到所有低收入工人，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失望，就係即係大家未能夠繼續團結落去嘅。民主黨開會之後決定繼續支持押後撥款動議，又話如果最終唔能夠押後撥款，民主黨就會對撥款投棄權票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婷報道。